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行中街的大楼火烧厝，烧死着6个人。讲这栋大楼过去是旅馆，这17间的房间，结果互姓曾的这个女厝主变动经价，改做41间的套房来出租，违反着建筑法、市政府法144万。早起罹难者的家属回到这个火场来招魂，互人看到真心酸。另外有立委来质疑，讲这个台中是全台湾第2大的行政区，但是弱势族群只会当住伫个下国客的这个主体大楼，或者是违章的建筑。市政府进前佫甲原本规划这个社会主体用地甲卖掉。立委骂讲，这根本拢无来顾到弱势族群大的权益。行中街大火大遭6条人命，姓曾的厝头家甲停业的旅馆改造41间套房，说互别人，互法院以这过失地时罪裁定羁押。市府道法局比较完税资料，确定厝头家改变价格以建筑法244万。这才用力卖财团，若是权益变空谈。有立委质疑台中市是全台湾第2大行政区，读册学生佮弱势族群真济，煞敢会使住伫主体大楼，甚至违建内底。市府讲要照顾弱势族群，煞袂调原本规划要做8吨社体的用地，甚至拍算要卖清水5峰段社体的预定地，根本无咧照顾弱势族群大的权利。清水鳌峰段，或者是相关的这一类可以作为社宅或可以作为公共使用的这些空间，卢市府后来的处置在哪里？你遇到了民众这边，他们可能会面临到居住上面的困难的时候，请问一下市府，你的做法是什么？卢市长要怎么处分我还不知道，但是我认为我们市长有这个趋势，要把这个地方处分掉。市府强调8吨社体用地只是换到另外一个区域，社体计划要来进行。另外，清水5峰段伫前市府时期都已经无列伫优先开发。巷道繁杂的一个问题它开发整合相当的困难，结果也建议不适合来优先开发社会住宅。这场大火若烧出大楼安全问题，阁烧出社会主体问题，罗市府安全互市民大家放心，嘛变做即马上大课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